今天的哈克音乐盒要教小朋友一首可爱又好听的歌曲哦。真的吗？是什么样的童谣啊？这首客家童谣就叫做《捏发髻》，小朋友一起来唱歌跳舞喽。可不可以来教教我们啊？其实这首歌一点都不难哦。捏发髻指的是月亮姐姐的意思，这首歌是唱给月亮听的哦。不如现在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，今天要教小朋友哪些客家词语，就会知道这首歌在表达什么意思了。好啊，小朋友赶快跟我们一起去学客家话，走了！捏发髻，月亮姐姐。捏发髻，月亮姐姐。面颊，脸颊。面颊，脸颊。牙根，你的。牙根，你的。无相样，不一样。无相样，不一样。马啥？谁？马啥？谁？剃头糖，花生糖。剃头糖，花生糖。给黑，那是。给黑，那是。哪样？哪一样？哪样？哪一样？嗨，小朋友，我们刚刚学了好多的客家词语，那是不是知道《捏发髻》这一首歌的意思呢？我知道，苹果姐姐，这首童谣里面是说月亮长得每天都不一样，而且他还问月亮姐姐喜欢吃花生糖还是喜欢吃绿豆饼哦。哇，彤彤姐姐好聪明哦！没错，就是这个意思哦。那小朋友，现在让我们再唱一次《捏发髻》这一首歌，一起来唱歌喽！来，一起来做月亮，一起飘一飘，彩带舞。捏发髻，牙根面颊圆溜溜。